台北市信义区单身附小甲詹姓女子相死命案，到底死因为何呢？有消息指出，迄当时因的桌顶有K他命，甲空气分弹不明的药水，可能是混毒，所以身躯站袂牢死亡的。这个单姓的死者呢，伊是创投公司的负责人，过去就毒品的前科。詹姓女性死者，伊是品牌创业家。华视新闻就独家访问到詹姓的女性死者的朋友，来听看因的上新的讲法。看到镜头入去电梯，面随瓦壁，伊是信义相尸案单姓死者的老爸。验尸的时阵，目屎干目圆，因为亲目睭看到因后生已经是冰冷的遗体。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一个金控的创投，跟一个真正的传统的创投 DNA 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单姓死者是创业投资公司的负责人，身价要100多亿，搁捌接受采访分享经验。过去搁有毒品的前科。25号暗时9点外，伫伊上亿的好业人厝往生。单姓死者被发现的时，人伫客厅边仔的詹姓女子同款无喘气，不过桌顶的药啊粉有K他命、丧尸烟弹，还有不明液体，敢若有掺毒。今天是来统计的第一天。也若敢若25岁的詹姓死者，定定去外国佚佗，搁真够游泳。这尔少年就离开世间，嘛互亲戚朋友足唔甘。因为以前他是学游泳的，所以他非常喜欢的水上运动，包括像潜水，他都很着迷。他身体这么好，那会突然这样子，就是这么年轻就走了，其实我们都很惋惜，然后朋友圈里面也都是很吓到，因为不觉得他会是去碰滥用药物或是有吸毒的人。若介意户外运动，佮创业拍拼赚钱，亲戚朋友拢唔相信伊哪会捌着毒品。他当时候就是有在卖内衣，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想法，然后想要创业，去赚钱的一个女孩子。但那时候也没有听她说有交往的对象。查某囡仔甲詹姓死者关系，互人想无。不过福业人厝相尸命案，是毋是甲毒品有关系？目前已经完成初步化验，检警阁会继续追查厘清真相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